来看有一个网友公开高雄一间国中送予1年级学生囡仔厉害的礼物，其中有米、有一粒咖啡豆啊，有树泥、有起土，佮有白纸，计共13项哦。伫网络嘛引起真侪讨论，学校是强调讲，每一个物件拢有代表无同的意义。袋仔拍开，内底有真侪物件，有像零松啊、米、咖啡豆啊、甲米仔机等等，都是日常看到的物件。这是进行国中送予星星13项星星礼，红纸顶面写着每一项代表意义。有民众翕相铺顶网络，认为哪有这款星星礼，嘛有民众认为这是啥物物件指定负面的声音。不过校方回应，这看起来平凡的物件，背后拢有真深的启发。其实很多事情就是在平凡中有它的意义存在嘛。那我觉得孩子其实，你说给他明白，就知道其实从小东西可以看到它的大道理。那其实他们懂之后，他就会去珍惜它，而不会觉得说它是一个平凡的东西。这里特别星星礼，实在来到学校附近来访问家长的看法。有人是认为学校真用心，会当互学生体会学校学袂到的观念。不过也是有人认为，开学应该爱互学生欢喜，爱上新的物件。大家看法是真无同。意义我是感觉迄个白米啊，做田人辛辛苦苦伫田林安尼来种出来的物件，咱咧食的时阵，咱来感恩啊。我是觉得学生的感受度会比较不好。对，他会可能比较不喜欢这些东西，但是校长的用意是好的。其实学校发予1年这项礼物已经有3档了，虽然外界有无同的想法，校方表示，校长甲老师拢会用学生解说物件意涵，是毋望学生这3年会当用心体会这13项物件代表意义。记者钟义辉、邱昭勇高雄报道。